继续关心伫美国真出名的大审判辛普森这个案，这个主角 O.J. 辛普森伫4月7日是因为癌症过身，伊食到76岁。伊伫60、70年代是美式卡球的明星，嘛做过演员。就伫伊上红的时，伊被指控涉嫌杀害伊的情某。根据科学鉴定，无法度证明讲伊有杀人，也若伫调查过程中嘛牵涉出真侪种族、家庭暴力这议题。但到尾伊是被判无罪，所以无互抓去关。前美式卡球明星辛普森的家属发白帖啊，讲辛普森7日因为裂喉腺癌过身，希望大家尊重家属的隐私。He had been dealing with cancer, and there was some talk about him going in hospice. I know that he had denied it, but he's 76 years old, and a lot of people, although the NFL community hasn't been in direct contact with him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ose murder charges. 辛普森真正是美式卡球史上伟大的炮击者之一。60年代时阵成绩真好，真受欢迎，真有名。尾啊也进入名人堂，球员退休了，用伊的名声进入好莱坞。不过1994年，因为涉嫌杀害情某的谋杀罪名被起诉，而且豪华的律师团，并且西华的刑事鉴识学的专家李昌玉做辩护的专家证人，发现检视采证有问题，有按罪名伪造犯罪现场证据的嫌疑。尾也判无罪，审判过程伫迄当阵全美国拢真注意，引起种族、性别、家暴、名流式证据加警方办案失当的争议。虽然判无罪，但过尾也告犯抢劫加绑架，被判33年，2017年假释。How about we take 2 decades off and call you 70? And I will be no problem. 辛普森常常爱甲别人讲，伊毋是黑人，是 O.J. 本尊。I don't think he's going to be remembered primarily as a football player.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